很多人印象当中的苏州就是小桥流水，但是如果小桥流水边听不到嗲嗲的吴侬软语的话，那么就不算苏州了。所以我想把更多乡音录下来、写下来、留下来。我就是从三哈拉个辰光受辣海苏州高城区长大的，现在呢辣海一个中学头想教四平钢琴。那么来自哪里，你就可以讲了。我来自，比如说yo soy China de 苏州，我来自苏州。我们那个时候出国嘛，基本上遇不到老乡的。一个人在国外的时候就特别想家，就开始想念爸妈的那些唠叨。然后我就开始找一些苏州话的网站，看了很多苏州话的资料之后呢，我就想，既然我是学语言的，我为什么就不能把家乡话学好？然后回来之后，真的是从头开始学。一样的，该读三朝。我来读读看，三朝，三朝。也弄那石头，稍微塞进去。我要塞进去。上头吃那个生眼睛，有啥个意思呢？生眼睛嘛，就是做金发汗。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我自己说的苏州话也是很洋泾浜的，而我同龄人其实很少有能把这个方言说好的。当时还遇到一个朋友，他在国外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只会讲苏州话，结果他在苏州用方言是完全生活不了的。那是不是过了20-30年，那苏州就没有人再讲吴侬软语了？我觉得这个特别可怕。苏州闲话呢，全部侪是口口相传的，也不可以用来做节约的简材。那么我呢，随侬搿个水搭子水，用拼音整理出来。苏州闲话呢，那跟普通闲话相比呢，声母搭子韵母实在是离多一点点。那有40句个韵母，搜索呢，你就拿来激活一下，激活成是26个字母。今天呢，跟大家来讲解一个新的词汇，它的读音是晚载慢。大家来跟我读一下。晚载慢呢，讲的就是困了载堂旁边的慢，种人没啥个精神啊，一日到夜也想困觉，困累得不得了。也看得懂了。倒得出来的，讲面的意思。那讲面头是啥意思呢？就是这个意思呀，所以故事呀。伊呢是网浪向认得的，那么里头呢，侪是专门帮我来做搿种苏州闲话的词啊、词语搿种整理的工作的。是组织一个说话学堂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大家呢侪发挥自家的特长，有种唱歌，有种么教人家菜，有种么讲弄人，各式各样的方式来讲苏州闲话。小孩子给他建材之后呢，正好我想搿看看阿呆子能够有搿个改祷告，所以说呢，家想办法寻这个场地。好的，好的，好。英文字母当中的呵是个哈，那么高档词刚刚的哦，就那个好，好，那么像一些。只要有一个人他觉得我这套教材值得，部分的人他愿意学我这套东西，那我觉得就足够了。这个世界说它会以各种方式来呈现，因为从听觉上的呈现不就是方言吗？那么我把它保留下来，所以我就把我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和这个世界给我的反馈保留下来了。